位於新界西貢嘅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，佔地34公頃，係香港第一間自然教育中心。中心裏面種咗好多植物，又設有好多展覽館，俾我哋認識大自然嘅價值。中心裏面嘅展覽館包括龍館、介紹香港嘅農業發展；魚館，展出香港嘅魚類同埋水棲生物，並且介紹香港嘅漁業發展。郊野館，提醒大家愛護郊野同埋山林。昆蟲館，展出大量嘅蝴蝶、飛蛾、螳螂、蟻同埋半翅目昆蟲等。貝殼館，展出大約5000個本地同埋外地嘅美麗貝殼。展覽館會定時維修。你哋有冇見過蜻蜓啊？中心裏面有一個特別為蜻蜓而建造嘅池塘。原來蜻蜓通常都喺水面產卵，而幼蟲就喺水底生長。水池裏面種植咗多種唔同嘅水生植物，非常適合蜻蜓生長。估計呢度可以俾52種蜻蜓棲息，係香港蜻蜓種類嘅1/4。為咗加深我哋對植物嘅認識，中心特別開闢田地，種植合時嘅農作物，例如豆類、瓜類、水生植物同埋短期生長嘅葉菜。此外，仲有一個美果園，種植咗楊桃、龍眼、人參果同埋桔等果樹。特別值得一提嘅係，中心裏面有一間聰明茶座，員工通常都係聽覺受損嘅人士。好多遊人參觀中心之後，都會喺茶座裏面休息一下。中心除咗星期2之外，日日都開放，俾市民免費參觀。下一次去到新界旅遊嘅時候，不妨嚟到認識一下大自然嘅寶庫啊！